次来嵊州吧，我觉得真的特别的亲切，因为我回到了我的生我养我的嵊州。我人虽然在宁波，但是我心系嵊州，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非常的特殊的日子里呢，我连唱2个，祝我们必须的，对，祝我们嵊州的父老乡亲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。那我就不多说了，把这个舞台交给小金。好。
是。